阿杰仔，好，喂吼，这里吼，哦，那谁哦，来阿杰仔吼，来，咱来看一下因台中的这个无共款的这个推销法吼，来中乡的鼓励吼，阮希望吼，各位来甲欣赏一下，就是因这个开腿、请腿的这个方式就无共款吼。很巧妙的一个请腿，很巧妙的一个请棍的方法那么因这个是双头腿，咱这个台南家大头腿的这个看法较无共。因这个推销法因这个推销法保留的这个台湾的香桃推销推销法很丰富了几乎这个60-70%都保留在里面对，咱的香桃推销的这个推销法那香桃推销简单易学好用简单易学，当然易学难精的，不过它这个简单易学而且很好用那刚好这个笑脸皮很厚有无这个开腿甲收腿无同款，同款无同师傅，何必讲是无同款这是个很大的风格的差异大家今天真欢喜的看到各式各样的台湾的传统武术过来咱这个。